蒜头是真重要调味料，好价是有够贵，所以讲呢，蒜农拢希望讲有好的收成。是讲想要有好的收成，嘛毋是遐简单。调用农业辅导团队就办蒜头栽培管理课程，甲农药管理以及病虫害处理方法，希望讲会使提升农民的收入。 调用农业辅导团队来到麦寮乡农会举办蒜头栽种管理讲座，教农民正式技术，有防治病虫害的方法。去年的蒜了种甲无水啦，毋知倒位出问题，我想讲来请教一些教授，看会当较改善了无。 另外，为了解决农民和渔民栽培养殖的问题，团队嘛伫桥头开设辅导中心，提供各种检验和诊断。 那我们长期在麦寮乡跟麦寮农会持续在做各种的农业栽培，特别是环境友善的农业栽培的推广。农会企业和辅导团队提供多元的学习方式，帮助农民解决问题，也欢迎农民朋友加利用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